来，右手边也看一下哦，哈，太帅太美，太帅太美，有没有？那刚刚讲到爸爸好像真的蛮难过的，好像之前有提到说，是不是有做梦梦到爸爸说，托梦给你说要你会得这样？对，就是在入围的隔几天，他就有来我的梦里面，然后爸爸就跟我讲说，不要紧张。好好的表现，他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看着我上台，好好的。他有讲这些话，没想到今天却是我梦里面所实现的。爸爸一直在这个保佑你心愿实现哦。对。然后，所以今天我走红毯的时候，我手上是戴着爸爸的很喜欢的表，那个是我爸爸父亲节的时候我送给他的。也许之后再也没有父亲节可以送他礼物，但是他这一个表我会好好的放在我身边。是，对。我说爸爸有失智症，可以讲一下最近跟爸爸的一些互动，然后拿了奖之后，我们想要回去跟爸爸多聊些什么呢？我刚刚说了，他因为已经确诊好多年，那失智症有一个很大的病因，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识别感哦，就是对于人事物都会渐渐的淡忘。我现在是他的顺位哈，我应该是最后顺位。他现在是连我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那我会这么讲，是因为我爸爸是我的音乐的启蒙老师，是从小我就教我弹吉他，教我唱这个以前的这个台语老歌哈。那我很难理解哈，一个对音乐这么热爱的人，这么爱音乐的人，他可以忘记旋律，他可以不知道说乌鸦灰要怎么唱。这是我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说，如果他知道今天我可以帮他拿到这个奖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是，这是。但是却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喜悦，是我觉得很可惜。那我希望大家都过得好，哪一天我们都会老，对不对？都有可能会变成跟我爸爸一样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要认真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。然后去成就自己的梦想。